后来乡亲继续来看新北市蘆洲17号的暗时发生着杀爸母的命案。这个36岁长期无头路的后生，嫌伊的老爸老母每个月付伊5000块的所费伤少，竟然压倒甲爸母杀死，然后骑机车来走路，走去美丽的新庄，昨暝被警察逮捕。伊讲，因为爸母无互伊所费，加上自细汉管教严格，伊才不满才会杀爸母。也毋过亲戚朋友讲，伊的老爸老母靠卖油肠饼来维生，对这个后生是惜命命。讲这嫌犯是白贼话讲规大。查甫人举雨伞徛伫咧巷仔内，叫警察包围掠起来。走吧了。叫警察铐起来，伊就是甲老爸老母杀死姓廖的凶手。听到嘈杂声音啊，然后就是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人的喘息声啊，之后就没有声音了。敢是去迄条死者廖爸爸在生前的上尾生兄，平常时甲太太卖葱仔饼伫咧转食。大早一暗9点位将庙转来到厝，廖母囝就甲爸母伸长手讨逐个月5000块的所费，两边就开始伫冤家，伊就摕刀仔攻击。廖爸爸叫赌20多刀，妈妈是脚趾片后脑壳仔嘛真侪刀伤，翁仔某两个人身上上少37刀。姓廖嫌犯讲，先攻击爸爸，说的是妈妈。不过警察调查判断，因爸母老血涉罪分者，感觉嫌犯伫咧讲白贼。当然咱是以见识为主啦，就是讲火较大迄人一定是生死的人嘛，不知道是为了逃避刑责，还是杀人杀了昏了头。他连说他是先杀父母，跟先杀爸爸、先杀妈妈，都讲不清楚嘛。甲人杀死姓廖嫌犯随骑奥多麦逃走，先骑到3电波电车，搁坐客停车到新庄，随后伫咧体育馆附近落逃。会前往特定地点，未发现有接应或者提供藏匿处所，也没有寻求他人协助。刀仔是姓廖嫌犯最近伫咧网络买的，警察研判伊早就藏起来等。伊讲爸母自细汉管真严格，无会1年就甲人杀死。不过亲情8岁讲，翁仔某两个人换生惜命命，伤过天性，杀死爸母高讲这款话，互亲情朋友拢看袂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